拜拜咯。伊是我的弟弟，嘛是我的福星。福星嘿啊，哦。我捡到伊，转去饲了后吼，我的工课运吼就顺，我就接到海大男先生啊啦。哎呦，lucky ，lucky 死大嘿啊，迄是我的福星啊！啊，你咧，你敢有随身携带的好运的物件 lucky star。 ？lucky star。好运的小物就对。什么？啊那德州扑克呀？噔噔。这是啥？阿关啊，阿关。较早猪啊，就即摆爱豆啊。行，伊个 question， 有无？这是你随身携带，你唔是爱扎白沙墩的？白沙墩的妈祖妈祖啊，嘿还是什么药师佛啊，佛卡。你讲了真好。嘿你有一届吼，我出外景的时阵嘿，去纽西兰啊，我迄天到的时阵，我行李箱拍开嘿，啊，我拍开，啊，哪有这张？啊，边仔有一个字条，啊，阮查某囝伊就写讲，爸爸虽然你的女神吼是迄个天上圣庙妈祖，是但是我的女神是阿关呐。哎呦，所以我今仔日甲我的女神借互你，伊会甲你保庇。就打心的一甲伊分享吼。对啊，伊的女神呐。是，啊，你随身携带哟。嗯 OK， 哦哦，哎呀，啊，讲到福星嘿呢，大家吼一定心内有一个寄托啦，啊，身躯边可能嘛会使有一个保平安的物件。对嘿啊，咱今仔的好朋友嘛有福星，伊家己的福星要来甲咱分享。嘿啊，哦，来欢迎小小。哦吼！就搞出人呀！你看，这有效无？我一早在先就甲我保庇啊！保庇我做工课的时阵有烧酒好啉。不过即马11点尔呢。拄啊好。来好，因为我做老母了，拢爱有这妈咪 juice。妈咪 juice。妈咪 juice 是上重要的，好不好？会使舒压。输上呀！班啊欢喜哦，爸爸就过关啦。对啦，谢谢妈咪 happy daddy 嘛 happy 啊。对啦哦，你头先讲到迄拜拜对无？是我甲你讲，我本人我就是上爱拜拜。啊，我即届去日本，我第一届带阮查某囝要2岁啊，想讲趁2岁进前带去飞一个，去佚佗一个，免钱嘛。2岁进前免钱啊！哦，高嘿兴，慢慢高嘿啦兴。 ，2岁进前免钱。啊，阮即届去日本去一个足特别的寺庙，内底你爱猫无？猫我爱啊，我有2只。你有2只哦，安尼你去遐你会起笑。是啊内底全部拢是猫，招财猫。高水的，啊，毋过伊迄毋是叫招财，正常咱是叫招财猫对无？迄个寺庙哇，有喂啊！这叫招福猫。招福猫甲你去，嘿，福气。甲招财猫共款的，伊唱的是拢安尼啊，伊啊。敢若是倒手甲正手无共，哦无共款。啊，这拢是。这是正手。嘿，啊，这内底的猫拢是人买的，对吧？你若有许愿，你就放在遮，啊，寺庙就甲你拜拜，你一只会使摕转来，啊，一只放伫咧遐，安尼，嘿，啊，大只甲细只拢有，看你要买大还是买细，啊，正常你要买大还是买细？当然买大对，啊，要上大的。要上大啊，嘿，愿望遐大嘛。啊，讲到拄啊，你讲这是祝福的物件，算是福星啦，福鸟。福鸟嘿，啊，今仔日的主题甲这嘛有关系吼。到底是啥物要介绍给大家呢？交互控沙。大家好，我是控茶。不管呢，你想要招财，还是要招好，今仔日呢，我拢有好运的代表要来啊哦。今仔日要介绍的2种小动物呢，听讲啊，伊伫台湾的传统文化内底拢是招财的哦。来，我来看是啥物小动物。哇，今仔日的2位主角，我袂当比2呢，
喂，人你嘛是会啦，人的主角就是白色啊，人讲八色鸟啦，台语讲白色啊，佮黄金夜婆，夜婆就是福起来迄蝙蝠啦。今仔日两位主角咧，听讲拢是婚礼来的哦，所以咧，到咱先生要互现场旺起来，咱紧甲欢迎起来。来，阮的第一位到咱先生就是鸟仔大王陈嘉宏老师。哇，老师好！大好。你看老师的衫，甲这就是阮的白色啊，对，白色啊。老师本来是心态的研究员，有一天呢，就想讲去迄婚礼呢，拿来遐做工课。你去甲遐，你的人生就变彩色啊！对，我人生就变彩色。就开始是晒这白色啊，所以就开始来做研究啊，想讲好伫遐安怎甲好好甲保护起来，因为听讲白色啊数量嘛足少的。嘿，等下就互老师好好甲大家介绍哦，请坐。刷来这位导览先生呢，是阮的台湾的夜婆侠，夜婆侠是安尼讲吼，也是夜婆大王。蝙蝠侠，嘿啦，夜婆侠，欢迎阿嘉老师。阿嘉老师你好。你好。阿嘉老师啊，伊是本来伫个国小遐教册，就有一天就伫学校内底发现讲，奇怪，学校内底哪有黄金的夜婆伫遐，所以就想讲，阮台湾原来嘛有这古锥的黄金夜婆，等下就要互老师来教大家介绍，想要是晒夜婆的。改请教就好啊，请坐。哎呦，高贵呢，你看因的衫，中国一个是鸟啊，伊家己做的哦，家己做的，家己做的，这是商品哦，我，你想要买？想要买，伊要买互因囝穿啦，是啦，哇，你会使做迄地壳的造型是这啊，是啊，所以这是恁今仔日为着要上阮的节目去做的衫。特别做的。无，阮原本咧做导览的时阵，阮就会穿阮的制服，这是阮的制服啊。就收济，你想讲是为了这个？啊，这是阮的制服啦。恁的制服。这是恁某甲你设计。哦，这是阮某甲我设计。因某那只搞啦。伊叫因某设计。叫我某设计。是啊，嘿。所以阿洪老师，你较早无住咧婚礼？我较早毋是住婚礼，我原本是住家己。嘿，我是因为一开始是因为工课的关系来到拿来。这计划结束了后，我就留咧这社区，就算讲留咧拿来这个所在来继续做迄个白色啊一寡研究啊，加迄个生态推广的部分安尼。嘿嘿。因为一只鸟啊，搬厝安尼哦。嘿，是啊，嘿，你莫看这只鸟啊，阮即马阮这个所在是全台湾可能唯一一个当提供你若要看白色，你就是来找阮就对。到底伊是倒位，互你感觉你会使为着伊搬厝？系啊。因为我感觉伊对我来讲嘛是一种好青的鸟啊，嘿嘿，因为我就是因为算讲这白色啊机缘啊，所以实在我即摆的某嘛。然后这白色我就袂来到这个所在，我就袂实在我即摆看手安尼。是。老公啦。哎，你叫你某爱看一个。我来是爱情鸟，爱情鸟呢。白色啊是伊媒人抱。对啊。你看白色啊，搁穿红来，做嗲的啦，做嗲的。是啊。阿嘉老师你嘛是因为伊结婚的？毋是，阮某拢甲我讲吼，我伫外口饲做一个小三呢。拢住伫树仔顶生做一个囡仔。而且拢是会拢是暗色的。拢暗时要造出去。对啊。但是迄个夜婆毋是拢乌色。对。正常来讲，夜婆拢是黑色。我进前去马来西亚，阮去出外景嘛，食饭哦，伊向上一鼎足大鼎的物件，拍开是一只夜婆，阮惊着，你知无？夜婆汤。对，不过伊是因为你是过客，伊才互你食的，伊请你的，我惊一个。伊讲你是贵宾。对。伊才要请你食这。对。你有食吗？无。阮看，目睭啥物拢伫规只菜的鼎内底咧。对啊，我正常我看到是安尼会惊到。对。哎呦，夜婆毋是袂使食，因为伊会传染一寡病嘛，有传染病嘛。其实全世界咧食夜婆的人，伫咧东南亚是大洋洲这边吼，还是亚洲这边，其实嘛是有人咧食的。还是讲
就是讲咱伫台湾，咱无咧食这个物件啦吼。但是伊毋是鸟仔类呢，伊伊毋是鸟啊，鸟啊，较条我来咧讲伊是啊，毋是鸟啊。哦，哇，安尼无来听故事是啊。阿红老师先好啊，好，阿红老师的背心啊。你好，老师。白蟹甲伊是迄个国际迄个保育类的鸟仔类，大家看者。好，咱请林沙后大家走秀一下。真正白蟹，对，无唔对。同伊的声音就是哦咻。白蟹拢有一寡奇怪迄个行为，像咱即摆来到迄个白蟹甲附近，伊就开始伫遐迄个萝卜蹲。啊，伊若是拄啊吼加糖转来时阵，伊就开始会伊的尾哩。伊主要就是加一寡动物啊，细只细卡的。哎，即摆吼，这啥会？要来啊！放出来啊！哎呦喂！阿红老师先好啊，好，阿红老师的背心啊。你好，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云林拿来乡白蟹仔故乡的陈家宏。我今日要带大家来熟悉阮这故乡的这白蟹仔一寡故事。哦，来看梅兰博啊！哇，这水的呢，这水好来，咱即马顶悬有两种鸟啊，互恁叫看卖白蟹是倒一只。红来看是因为我顶悬这只红来看的关系吗？好，无毋对，吼，咱即马看到这两种鸟啊，一种是白蟹，啊，另外一种特别要看嘛，这是啥物鸟无？伊叫无穿内裤。无穿内裤的鸟啊，啊，佫有无？什么五色鸟吗？五色鸟嘛，无毋对，讲到这就爱来坐迄个，上你坐来迄个白蟹甲幸运小屋。是。今仔日吼，甲迄五色鸟吼穿情侣装。穿情侣装，你看这蟹水足共的。好，啊，毋过白蟹鸟甲五色鸟无共款，大家讲白蟹甲五色差3色嘛。嘿，无毋对，确实是。啊，毋过你看五色鸟的主要色水是伫个头壳顶。嘿，咱袂输挂一个迄个头罩安尼，做色彩做水的头罩安尼。咱若像白蟹仔，甲我讲嘛，穿红内裤。嘿，所以我有一寡鸟友嘛讲，哇，这是红内裤的鸟啊。嘿，啊，咱即摆吼，我嘛有即阵巴色鸟甲请来咱的现场，互大家看者。好，咱请林沙互大家走秀一下，无毋对？哈，这是我用迄个茶蕊刻的鸟啊。这水的呢？真正白蟹。对，无毋对？无骗哦。因为我一般吼，阮咧介绍白蟹，大家拢有甲我问讲，啊，这白蟹到底是偌大只？啊，你着很出事，就是差不多就是遮尔大只安尼。嘿，五色鸟是咱台湾本土的鸟啊。原住民台湾著名的鸟啊，嘿嘛是台湾特有种。台湾特有种。嘿，啊，毋过咱的迄个白蟹就毋是，伊是热人的毒鸟。嘿，来咱台湾主要是迄个要生拖伊后一代。好，啊，毋过伊毒鸟的部分，伊像即摆寒天的时阵啊，伊会伫咧倒位，就是咧伫咧东南亚即边遮，就是婆罗洲。嘿，啊，迄个印尼马来西亚即边遮，伊即摆寒天是伫这个所在。嘿，啊，过来伫咧3号3月这个时阵啊，伊就开始对迄个东南亚即边遮往北迁，一直行，伊会沿这海边啊这个路线，一直飞到咱亚洲即4个国家来迄个探伊后一代。飞这样。嘿，无毋对。你像热人的时阵，伫咱台湾是算讲热天嘛，啊热天毋是会落雨啊，落雨这时阵咱食物就足济，嘿啊，所以嘛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伊开始选择热人的时阵来咱台湾。甚至亚洲即几个所在来生团安尼。即条看咱又看问这亚洲4个国家，倒一个国家较好看到这个白蟹啊？一定是台湾。嘿，无毋对。是，因为咱伫咧台湾嘛，咱一定要讲咱台湾。我嘛是台湾啊，爱较紧，讲咩啊？无紧啊。有。迄个为虾米咱台湾的上好看咧？来耗子要较紧吗？唔是，可能一个机会，来看嘛。台湾环境较好啦。台湾环境，搁一个，是不较济，搁唔对。台湾人上善良，台湾人。
讲到台湾人上善良，这我袂定来送一个，谢啦，安尼嘛会使，主要是咱台湾的迄个面积上细啦。所以嘛是较好看，所以伊的迄个味道较悬。嘿，因为而且咱台湾的迄个环境嘛较好，嘿，所以算讲伊来咱到台湾来讲较好看到安尼。好，咱过来看后一张。白色啊，伊全世界差不多伫咧万几只左右，其实无讲介济，所以是迄个国际迄个保育类的鸟仔类。嘿，伫咱台湾是保育，伊是保育的鸟仔。嘿，为虾米特别来？我会特别对拿来介绍这白虾，是因为拿来吼虽然无讲介大，毋过阮遐吼较算讲树若较济啦。因为即种鸟伊较避暑，伊较介住咧伫咧树林内底，有迄个做者树仔所在，嘛有溪的所在安尼。嘿，伊就较介意这安尼环境咧生态。嘿，阮即几年嘛有经过调查，就是每一年来甲阮拿来这边遮生态迄个数量差不多伫咧30至35只，至少啦有差不多。20-30对左右的迄个白色啊来阮遮生态，因为阮这面积无大嘛，所以你若来遮看白色是上好看到，较好找安尼啦。好，讲到阮拿来啊，除了白色啊了后，嘛其实嘛有种做者农产品啊。你看阮边仔有2条溪，伫阮拿来遮就是大部分拢是种竹啊。个另外一个就是用清水溪甲落水溪的迄个灌溉迄个木瓜园，所以阮迄个拿来就是上有名，就是迄个。竹笋甲木瓜，今仔嘛有特别传阮拿来上好食的木瓜来请各位来听，来食看卖。然后阮这木瓜还有一个品牌叫做红透台湾。红透台湾。对，红透台湾品牌。红内口吗？红透台湾的红透可能是白色红内口落去好的。规个拢红的啊。好食，足甜啊。做甜的吼，无毋对，因为阮迄个土质好嘛。这木瓜芳开有够赞的，有够赞的吼。连讲你搁一集来介绍木瓜，无问题。好啊好啊，头前才毋是有介绍迄个就是寡白色啊生态，咱即摆介绍较深入，你来到阮遮要找白色，你知影要找吗？第一咱先吼，咱先了解伊安怎叫，咱来看一下 VCR 的。啊，这高兴。同伊的声音就是哦咻哦咻。这是伫野外拍的迄个影片，你有看伊上明显的色水是啥物无？就是伊红色的内裤对无？这是咱的国旗的色呢。系啊。吼，蓝色、白色、红色的。对哦。今仔你若有机会啊去，像你若是咧热人时阵，你若是去行一寡步道啊，就是迄个，你若看到一只鸟跳你的面头前，嘿，伊若是看巴肚是红色，恭喜你有可能就是看到白色啊。因为咱全台湾吼，巴肚是红色的。鸟啊，其实无几种啊，嘿是。好来，过来呢，咱即摆看就是咧生态的部分，嘿，伊即摆咱饲囝，嘿，伊即摆咧饲囝，嘿，你有看伊教啥物？伊主要就是教一寡动物啊，细只细卡的，嘿，迄是小细型细卡，嘿，细只的细卡，细只的细卡，偌大只。你讲迄细卡嘛，差不多安尼尔，嘿。那有只细只的出世的哦。无啊，迄伫迄个山区的迄个细卡有的拢大细只拢有，嘿嘿。所以目睭来，每一只鸟目睭拢做好的，嘿嘿。即摆吼，这啥货？这阮叫做粪人，台湾毋知粪人就是其实就是一部屎。像咱囡仔嘛，囡仔咱迄个细汉时阵是毋是拢甲包尿珠啊有无？嘿嘿，这都咱袂输伊家己。伊的屎内底佫有一个药珠啊，甲包咧。嘿，即摆爸爸妈妈即摆就加咧，当加伊外围去甲单调安尼。家己包尿珠啊。嘿嘿，伊家己放出来就是含尿珠啊安尼。因兜着足清气呢。对对。伊是来保温的咧。对，所以伊就讲，伊即摆食了，伊就放黄金互伊嘛。即摆就黄金放去外围。你放出来，哎呦哎呦，要来啊！放出来啊！哎呦！爸爸是妈妈大，即包迄个屎就甲夹去外围去甲单调。是夹去倒去蛋？有可能去恁兜。伊会夹去较外围的所在啦，因为为着吼，无爱互伊屎留咧伊的树内底，因为有可能迄气味会去引，迄个去引一寡会啊甲食掉的迄个一寡动物安尼。嘿，好咱即摆咱就是一般咱若看鸟，咱若行到有树的附近啊，咱大概就会看现白色拢有一寡奇怪迄个行为，就是像安尼。
像咱即摆来到迄个八色仔附近，伊就开始伫遐迄个萝卜墩，嘿，伊就开始警戒，嘿，讲，嘿，啊，你知影为啥伊要做？伊毋是惊哦，伊其实做这动作主要就是要吸引你的目睭，你的迄个目光啊，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嘿，啊，即摆吼，要创啊，啊，伊就甲咱，伊即摆就趁去甲咱刷，甲咱闪去别位安尼，嘿，咱即摆是毋是看到伊，咱就对伊行。所以你才袂去发现伊的手。嘿，对对，像啊，咱这段我看者好啊，因为我讲伤紧，嘿，嘿，像伊开始伫遐有无萝卜墩有无？嘿，讲看我。啊，伊若是拄啊吼，加糖转来时阵，就会看到后一个画面，就像安尼，伊就开始下伊的尾摇溜，卡冲。嘿，伊开始摇下伊其实白色的尾溜做底啦，够资源的。伊加糖转来，嘿，啊，淡仔咧下伊的尾溜是啥物意思？嘛是为着要吸引你的注意，嘿嘿，啊，毋过我感觉有可能嘛是咧下网啊，其实，嘿啊，伊其实伫这个所在网啊，其实足济。就好用的，嘿啊嘿啊，是无毋对。但我爱看即张，等下这，你看伊即摆食的物件是啥物？糖，毋是糖，是豆菌啊，豆菌啊，嘿。所以白虾吼，其实我看白虾大部分白虾的迄个行为，较袂伫咧树仔顶，拢是伫咧涂骹跳，嘿，做甲伊伫咧涂骹跳，嘿啊跳伊就开始伫遐冰迄个下骹的迄个豆菌啊食，啊因为阮遐做一电缆，因为定定拢伫咧电缆内底冰迄个底虾仔、脏虾，所以吼，阮就拢会叫，阮在地拢会叫伊叫一个名叫做 Q 虾。Q 虾，所以阮在地名叫 Q 虾。嘿，甲 Q 虾内底就嘿，主要就是要冰迄个底虾仔下骹的迄一寡豆腐安尼食安尼。好来，搁有一张好。啊，因为阮这砖头，伊其实白色酱嘛是阮这乌本庄的迄个福星啦。因为阮较早阮这社区，因为迄个有一寡财团想着阮迄个阮遐山区想要做开发，嘿。啊，过来因为阮庄面啊，因为无想要因个厝的山向乌掉，所以阮就用迄个白色仔来做阮的迄个保护的一个物种。嘿，我嘛这白色仔迄个保护白色议题，甲撒去国际，啊，互大啊嘛获得做侪迄个国际啊，甲国内外一寡成员安尼，到尾啊，阮就因为这白色，阮这山头甲保护落，嘿，啊，所以阮嘛都继续吼，用这白色来推广阮的生态旅游的部分，所以阮会定期来去做迄个生态导览啊，带人来看白色啊，嘿啊，啊，所以今日阮来介绍这白色嘛，希望大家当迄个熟悉阮这白色鸟，嘿，啊，希望以后大家有机会当来阮这所在来欣赏这美丽的白色鸟，啊，毋过爱记哦，爱4月到8月这段时间来较有哦，嘿，因为是热人的迄个度假。好，感谢各位。这真正是 lucky star， 真的，伊飞来遮，啊，因家爱护这个白色啊，啊，伊嘛保护这片土地，袂吼，袂叫财团安尼去开发去安尼，啊，规个山啊拢无去。咱讲台湾是宝岛，伊嘛是咱一粒宝呢。对，咱宝岛的好朋友，嘿啊，哇。足甘心的故事，好啊！以上是咱的白色的导览哦。来，阮夜饭呐来福气就来啊！哦，福气哦！有请。到目前为止，台湾无半个人有法度翕到这种画面。所以这张是 AI。听一下伊迄个电扶的超音波的回声电话的声，嘛做成鸟啊声。嘿，有一栋古厝，迄个街档都有一夜婆爬来因兜的这个屋梁管顶，因兜就愈来愈好野出几个乡长、议员、副议长。哇！一暗时伊就在食条体重的一半的重量的狼糖。哎，厝内底若是食就无帮啊呢。答对了，来给他鼓掌。好了，你又对。哎，玫瑰。刷落来，阮夜饭呐来福气就来啊！哦，福气哦！有请。大家好，我是云林水南的阿嘉老师啦吼，我是黄金夜婆馆的馆长，啊，带来为我大家介绍这个夜婆参黄金夜婆吼。哦。哎呦，
一开始对，第一句话大概就是哎呦嘛吼，哦夜婆是吸血吗？然后咱伫个吸血鬼迄个小说看伤济对无吼？啊，其实啊，全世界1500种夜婆内底，有真正会吸血的无？应该有吧？一定有，一定有啦吼，一定有，几种？一种吗？一种唔对10种。 10种伤济1000种啊，1000伤济伤济啊！10种了，答对了，来给他鼓掌。好啦，你又对。夜婆会飞对无？哎，飞过。对，会飞的夜婆啦吼。对，黄金夜婆啊，嘿，对，黄色的吼。老师，你敢有讲较侪问题？我做这问题，对，其实全世界讲有3种夜婆吼，以血液为专使的，但是这3种夜婆台湾有无？无，所以咱免伤惊吓。你加入伫中南美洲，迄几个国家较有尔啦吼，但是伊数量其实是足少的哦。啊，其实啊，大部分夜婆啦，拢毋是吸血的，伊是食啥物的？食这芒啊、河神、糖。 菜糖，暗时会出来，这什么鸭对。啊，你莫看这张相片，敢看起来足简单的对无吼？你也知影吼，夜婆伊拢是当时才出来，暗时才出来。暗时你要去用摄影机去摄到这个画面，无可能。有知？对，足困难，毋是足困难的呢。AI。 对，我对啊，我有理由。无，毋是。哦，这是我邀请吼世界上有名咧翕这个夜婆咧抓糖这种一个博士或者莫尼他博士，伊伫2016年的时候，我邀请伊来台湾，帮咱台湾人翕一系列夜婆咧抓这菜糖的迄个画面。真正翕到的。对，到目前为止，台湾无半个人有法度翕到这种画面。哦，太厉害啊！伊这个物件啊，全世界有7成以上的迄个这个夜婆。 伊拢是食这个盲糖的，而且伊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一暗时，伊会使食掉伊迄个体重的一半的重量的盲糖。厝内底若是食就无帮啊。对，咱若是讲，有办法啦，夜婆留伫咱兜的附近，啊，咱兜附近的盲糖就变较少。对，你会使安尼想啦吼，耗子力差不多60公斤嘛吼。对，啊，你一个暗时，每一个暗时拢要食30公斤的食物。哦，安尼我唔得有心啊呢。有心，来得快也去得快了吼。哦，所以啊，另外第2大类群的夜婆，伊食的物件嘛毋是血。第2大类群，伊食的是水果花蜜。哦。对，伊食的是果实。我即摆问你啦吼，你有介意食金蕉，有介意食芒果无？介意对。这种伫海岛型的国家呢，是伊帮他去传播这个果实的吼。 所以你爱感谢啥？感谢这种虎符这一类的，这种大型的虎符。伊会到啥讲播种哦？伊会把这个大型的果实，我会去搭车，然后就把果实带走，带到另外一个岛屿。哦，现在带到比较远的所在来，然后放落，放落，伊就底下摊出来。伊食伊的籽啦，是，伊会食伊的果实，然后籽就留伫迄个所在，对。是安尼。因为较大只嘛，所以伊有法度爬较远。 所以你若介意食跩水果，你就爱感恩蝙蝠，赞叹蝙蝠。感恩的，感恩绿宝，感恩。对啊，我是对这个婚姻水拿这边过来啦吼，虽然我是北港人，但是阮水拿较早伫90当前有一栋古厝，起好的隔当，就是栋古厝哦，起好隔当都有一夜婆，黄色的夜婆，爬来因兜的这个屋梁管顶，哦，足奇怪。钱来啊，钱来，对。 就是钱来，而且好运嘛是来。系啊，只要好运来呢，因兜迄个时阵做好嘢，就愈来愈好嘢，夜婆来的时候，愈来愈济的时候，因兜就愈来好嘢，然后因兜咧出几个乡长、议员、副议长。哇！哦，我拢做安怎？做大，对啊，夜婆，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讲是跩黄金夜婆啦，帮他们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福气。阮水南乡乡长。 所以，足侪人啊，拢想要去因兜安怎沾光啦，看一下夜婆啦，沾一下福气啦，看伊会使做啥物，变好野人会使做官袂，或毋是做监是做官啦吼。毋过老师讲，老师讲了对，阮进前，阮兜是迄龙江路、临江路，迄个所在啊，阮阿公迄阵离开，啊，正常毋是头七的，你爱看厝内底有啥物物件，平常时袂来的。
阮头前天你就来对不？一只面包，乌色来对。细只的飞入来，真的，是几只？就差不多遮细只，真的。面包囝你知无？龙江路哪有面包啊？飞入来，阮迄阵拄啊，就是本来无钱要办迄丧事嘛，结果雄雄就有人提钱来还。哦，较早欠恁钱的人，嘿，啊，伫迄时间出片摕钱来还。真的，啊，就圆满结束安尼，圆满结束，啊，够有春。哇！有一种讲法就是讲，第7天的时候，有出夜婆的过啊，就刚才是你的亲人要来过跟你 say goodbye。say goodbye。啊，再来看这张，有没有把你的心给融化了？就够水的，对啊，黄金夜婆遮细只呢，伊一只差不多遮细只尔。啊，是个体块呢，差不多安尼30公分左右，伊的体重差不多10公克到20公克尔。轻的啦。对，啊，一年差不多死一只尔。一年生一只呢。对，啊，若饲无好，伊就安怎？拜拜再见。对，啊，伊伫阮这个所在呢，其实嘛是参迄个过小啊共款，拢是春天的时候来，夏天的时候繁殖，然后秋天的时候的慢慢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伊嘛参迄个所谓道教。是共款的意思，也是罗仔人要来阮遮生炭，嘿，啊伊暗时伫即个所在，其实伊嘛是会帮人农夫啦食足侪即个菜汤的，所以对阮来讲，伊嘛是一种足福气的一个代表啦吼。对阮水南人来讲嘛，是一个足福气的一个象征。那因为伊来的时间啊，拄啊伫咧农历的迄个3月、4月迄个时阵啦吼，所以即个时阵啊，就是马开始要养阿祖嘛，对吧？对。啊，因为伊就足大阵的出来遮，所以阮就来当做，阮有另外一个称呼来叫做妈祖蝙蝠。妈祖夜婆就是安尼来的吼。好，啊，阮水南啊都有一个问题，嘿，你有一个问题。伊拢安尼倒吊吼，嘿，奈袂闹意些，那袂闹意些吼，对呢。是毋是？啊，无伊试看5分钟。我有法度5秒钟，我就无法度啊。上北啊。就是伊迄个在血管内底然后有一种变膜，就是方向性的，它可以。血流从这边过去，它就只会从这边过去，不会从这边回来。哦，我拄则本地要问你的问题，想讲，互你已经互你问了啦吼。来紧哦，咱往后啦吼，因为阮水南也都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特产，就是番薯。哦。嘿，我今仔日嘛有带，摕这个来互大家食。嘿，除了介绍这个一杯。这个黄金夜婆以外，这个飞天的番薯，暂时先回。我互大家看一下吼。这大条。哇！哎啊，大家一边享用阮水南水王庙这个57号啊，这个番薯的时阵，咱嘛会使看到这个。好食呢。拄则足侪人咧讲吼，讲啊蝙蝠啦，伊是鸟仔吗？真正是鸟仔吗？你看蝙蝠参鸟仔有啥物无共款？是骨无共。是骨无共对无吼？是骨倒了无共。伊有骨头。伊是骨头，啊伊无骨头哦。鸟啊无耳啊。鸟啊无耳啊。哎，对，都答对了吼，但是要举手靠奖品吼。我知，我咧食番薯呢。伊的骹无共款。伊的骹无共款，伊的骹安怎？较细。较细支，啊伊的骹安怎？较粗。答对了，来给他鼓掌。啊，无人要插你，你看。伊拢咧讲。伊拢要食物件好啦，你食先。哦，你当阮咧食物件，干嘛我食？对了吼，啊，再第二个啦吼，伊就是一个鱼啊吼，有一个明显的外耳壳，啊，伊没有明显的外耳壳，对吧？独家把是讲对啊，但是记得要举手才有奖品。哦，在第3个也都得了无共款，你知无？你要讲的款哦。你要讲，你要回答。哎，你要摇。现在要看麦。无啥要插我。也都得了无共款，你感觉咧？啊，举手。举手。就嘴啊。嘴无共款，得了无共款。嘴安怎无共款？伊有安怎？脚有会。有这个嘿，有一个会，对，角质会，角质层的会。对。啊，面部敢若敢若低共款。对，爱有遐个。有喙齿。有喙齿，答对了，来给他鼓鼓掌哦。哦耶！胖虎哥，再来吼，咱来看一下迄个微视啊，看一下鸦片的吼，你看这个，这个妈妈参囡仔啦吼，两个亲子互动。哇！拍就拍起来，讲你都无乖吼，咱倒来吼，啊来哇，这家囡仔倒来开始拍你爸爸妈妈吼。啊，右边你看到那些哦，环境蝙蝠就说啊，这只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日常啦。因为拍来拍去哦。离世的时阵其实就是有较烧热，阮当伫遐挤来挤去啦。啊，其实大部分时阵离世的时阵是拢伫遐嗷嗷困的较济啦。啊，但是囡仔生出来的时阵，
文达西亚就是较差一点嘛，较差一点，所以他们就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亲子互动。你看每一只夜婆拢是这样倒吊的，是啊，大部分的夜婆拢会住伫咧足悬的所在。举手给。他袂去用抓着，较袂去上抓着，有啥物好处？你感觉？地头开，地头开。猫，狗啊，猫啊，嘿，好啦。哎，先举手，先举水手。果吧，水果吧，水果吧是食水果的啊。水果啊，食水果。多少？鸟起啊！鸟起啊，好啦，胜利对啦，来。啊，你这样。啊。就这样。只要是来自地面的大型动物，拢有可能去打抓，对，抓把也打抓，唔对啦吼，所以它可以降低来自于地面的威胁，哦，而且伊住伫足悬的所在，伊脚骨啊，放开了后，伊就马上会使飞走，所以对伊来讲有足侪好处的。后来下一段的吼，暗时的时阵，伊最厉害哦，也发超音波回声定位，然后就是离开伊大的所在去讨食，那来听一下伊迄蝙蝠的超音波的回声定位的声。这是经过降频以后的声音吼，就是大于足高频的声，咱听无嘛。伊发的声音是以超音波嘛，咱听无。所以咱大于除以10除以20，把它降频以后，咱就听有伊的声咯。都性交的声。嘿，有时啊性交的声，但是事实上因无法度沟通。好，啊咧，来，上尾啊，要大家介绍啦，就是讲到这啦。拄则有讲了吼，我有成立一间黄金蝙蝠馆了吼，专门咧介绍夜婆，互人知影咧。我嘛伫阮遮足侪档的一个努力之下吼，伫遐120档的，我嘛训练足侪迄个解说员的解说员。所以其实平常时吼，伫阮的黄金蝙蝠馆内底，真正咧导览的其实毋是我，拢阮内底做解说员，有社区的居民，有学校的小朋友，全部都有。也有很专业的研究人员的吼，阮内底拢有啦吼。所以大家有时间，嘛是欢迎讲大家会使来阮水拿，下一张，对，看这个足水的这个黄金蝙蝠哦，这张我翕的吼，有水啦吼，真正水对，就是安尼尔吼，但是足歹翕的吼，顺续来阮水拿，除了是迄个看黄金蝙蝠之外，还可以享用我们非常非常可口好吃的这个果汁汽盒啊，韩吉，好，谢谢。今仔两位大人真心哦，一个是爱鸟啊，爱甲搬去这个所在，一个是爱这个密报，爱甲伊帮伊成立一个这个导览馆、博物馆啊。了不起呢，是啊，大家人拢有摕礼物吼，两位老师拢有摕到啊吼，所以等下咧爱投票啊哦，你是介意鸟啊，还是介意这夜婆咧？刷来咱来投票啊哦，行。哎呦！哇，阮的加分题，哇！今天夜婆就真细只咧，就细只，就够水耶！蝙蝠屋，你内底有看到无？做这隔间的有无吼？对，你有看到？这一个，对，伊会飞起，对。像这笋干，你食看卖，较好较无共款，这是阮家己拍的。这笋啊，都好食呢，多脆。另外这种是迄个，哇！我满大部分嘛是种迄个就是，来试看卖，较大喙的。嘴破，这是啊！好，安尼刷来，咱来投票啊！哦，行。哎呦！哇，阮的加分题，遮济那有萝卜啦！标本。哎呦哦！伊都遮大只吗？系啊，今天夜婆就真细只咧，对，规个袂使哇，就细只，就够水耶，够水耶啦。伊本来烧就是安尼嘛。本地是落会得较黄一点嘛，因为这已经做成标本了吼。这是变大只的呢。足水的呢。哇！哦，伊目睭那遮细蕊啦。够水，好水这只是对树顶落落来吼，落来死去的啊，所以阮当天发现了后，就来摕去送去做标本啊。敢若细只鸟鼠啊，对，伊是个性的叶啊打起。对，你看伊是种
按那讲，伊是一种很赞的生物，实际上伊很赞呐，用比赞，刚刚的比赞，一大拇指都可以放在一拇指，大拇指、第二指、第三指、第四指、第五指。哎，这昂啊嘛是，哎呀，赞，这用赞的，熊赞的，对啊，你熊嘛，熊赞，对，真正是好青。啊，伊脚拢尖尖的，才会发度高咧嘛。啊，你看伊都有第六了吼，第六了，2、3、4、5，第6一只。所以都位。这一块就是它的第6指。这个，对，这一段就是它的距，哦，就是距离的距，距哦，第6段，伊会使控制这个帷幕的包覆的方向。啊，阮当时啊，伊的囡仔啦，会来包伫迄个所在，包伫这个所在。哦，你讲下骹遮？对。育婴袋的地方。嘛不是伊个，但是大部分的时阵拢是用来捞那个飞虫用的。真的哦。对，糖咧飞的时阵，嘿。哇！啊是讲吼，因若是有要放屎的时阵吼，伊来颠倒过来，不然就死到临头了。死到临头，那草木就变少了。伊颠倒过来，伊是安尼放出，安尼伊嘛是会滴到伊的。不是啊，伊放屎的时阵会反本地就是倒掉啊啦。本地倒掉，本地倒掉，伊都变过来。伊个变过来，伊都变过来。无遮讲啦。我是讲安尼，无遮讲啦。是真巧诶。无头毛啊点吼。哦，是啊。啊，伊最厉害的所在吼，伊放出来这个屎，伊中药材内底或者夜明砂。对，所以你用目睭歹，会使去倒照出来伊的屎。食伊的屎。咱有老吧，咱是要食伊的屎。清干明目，退会。我目睭也无遐歹着。袂老花。啊，你看这吼，这奇怪一间厝，吼，有几间厝用砖仔空啦吼。几间4间。对。差不多伫咧20几栋前啦吼。啊，我因为要保护伊啦吼，想讲要做研究的时阵。啊，伊的距离离我较近一点嘛，我想讲，国外有一种物件叫做蝙蝠屋、夜婆的厝，我想讲起一点仔厝，互伊去住，因为咱环境破坏足紧的，所以我就开始设计各式各样的夜婆厝，互伊去住。啊，即摆可能伫台湾各个地方内底，吼，伊内底有看到无？足侪隔间的有无？吼，对。啊，咱来我来做的时候，他做这个所谓的。斜屋顶，因为这个挂伫树仔顶的时阵吼，下雨水会下了较紧。哇！啊，再来，你真正甲开咧，伊就入去大。对，你有看到这一格，对，伊会爬起哩，对，而且这嘛毋是话遐足大格，这囡仔嘛爬起哩。真的，啊，伊哪会知影这是要做伊的厝，那才巧哈。这就是我厉害的所在，来看到吼。你内底是毋是有藏食物？对啊，无藏啥物啦吼，有4个隔间，那。阳光呢，从不一样的地方晒过来，伊内底形成不一样的微气候。啊，夜婆因为伊自己想要住哪一间，他就去住哪一间。对，比如讲今仔日呢，伊是咧要洗拖囡仔，要照顾囡仔，他需要的温度可能小可较悬一点嘛，伊就可能住伫咧较热的一间，对。啊，今仔日工的啦，伊无需要消耗那么多的热量，伊就可能是要去住迄个较阴凉的所在，伊就可能就住伫另外一间。对。啊，因为双人房的无？有啊，不同种类去住伫内底。啊，这个夜婆厝吼，我伫遐囥伫野外吼，囥差不多25栋。规台湾的夜婆厝啊，大部分拢是我设计较济，啊，差不多905以上。对啊，这方面资料较少的，因为全世界做夜婆。研究的人其实是稀有动物啦，吼，无像做鸟啊，人足侪。你是稀有动物，你是稀有。阮早就整起来了，早阮就小拍，因为阮早大做伙，阮暗时11点就开始打呼。但是哦，大声，可能哦，伊的加分比你的。搁较贿赂伊呢。阮好朋友啦。伊作妖呢。刚才看了这个空吧，我差不多来投伊啊。不要紧。老师来盖小姐。然后咱今仔讲到八仙嘛，讲到阮拿来嘛，阮拿来上有名就是迄个木打木瓜大龙食，啊，过来就是地笋。
嘿，啊，阮拿来大部分是拢是麻地笋啊，所以阮迄个像这笋干，你食看卖甲后口无共款，这是阮家己拍的。笋干，笋干是这，嘿，啊，笋干就是爱加控，就是爱加迄个山针啊落去卤，安尼较调味安尼。啊，另外这种是迄个酱笋，有听过酱笋吗？嘿，啊，不过酱笋阮一般拢是大部分拢是用迄个，我像安尼伤大块，肯定足咸的。酱笋吼，我一般拢是杀来吹鱼啊啦。嘿，你若像安尼伤大块，肯定伤咸哦。嘿，所以咱会当食一下气味就好。嘿嘿嘿。哎，这笋都好食呢，都脆呢。个知影介绍椒啊，大分来用口。嘿，啊，毋过迄个笋，你爱食笋干看嘛？笋干确实是，嘿，笋干用做好食。都脆。拿来笋干。嘿，我拿来笋干，我家己拍，因为我一般大部分嘛是在迄度收收。哇，那是你食啦，你哇，真好食的。因为这是配，无是这是安尼吹鱼啊，这是落调味的，嘿。好一个，好一个，哎呀，咸的，再试看嘛，较大喙的。咸的吗？所以我拢无咸，你看。是你叫，跳的拢凉意这。够咸，够啥？我嘴破，都是啊！你不讲，我跟你讲，我不听诶，我嘴破。哎呦！所以吼，那这是啦。应该冇刚单独食过这酱所以袂使干那安尼食啦，你要做鱼啦。对啊，做鱼啊。扣分。我叫说我靠这味，嘿嘿。你笋干搭迄个酱笋，搭我食较紧，佮配笋干食迄味就对。对哦。嘿。好食好都食。可以的，好食。好食。那食吼，这个那菜菜，我来投票啊吼。投票。一个是配烧啊，一个是亚伯。比较近啊。比较近。好。好。好。来啊！投票结果到底如何呢？是能三几票？来哦！压倒性胜利。咱这部有投票以来投一摆呢。真的假啦？好一摆。好一摆。阿红老师传说你这个失败。哦。你拄来叫咸着。哎，叫听着，我听着，生气。生气啊！好一个，这你食着空吧？应该爱投。好食，好食。好食，你来漂亮。早票。但是好大会哦，好你情况啊。哎，有拢有。拄只老师有讲，去看鸟研究鸟啊，有1000个，但是敢若有一个伊研究这个蜜蜂，对无？就伟大。对，爱做处主，啊做25年啊，无想到105年，是毋是？安尼继续做这。有够戆的啦，有够戆的，啊要甲翕，爱着较惨死。爱着较惨死，啊你要甲翕，佫翕袂着，暗时安尼暗暝蒙，啊什么尾嘛翕袂着，啊你讲因若无遮尔戆的人，咱今仔日敢有法度看到这个画面，敢有法度知影因的故事，是毋是安尼吼？当老师是说亚伯的核心呐。好，真的。但是鸟啊嘛是足精彩。对啦。嘿啊。你的鸟啊，真正我嘛是足喜欢。我嘛是支持阮的迄个亚伯。亚伯。伊是一起的啦。惺惺相惜的啦。我长得多这会了。对啦。但只是伊的人哦，人数太少。对啊。大家支持。哎，咱百姓啊，嘛爱支持啦。阿来可有无？这嘛讲着，一定爱保护咱的环境，哎，好好爱地球吼！哎，观众朋友，恁若是有趣味的故事，爱互大家分享，欢迎来报名海派导览先生讲互大家听哦。啊，若是节目看无够，去短短台去台看互你爽。咱后次来相会，拜拜。谢谢李老师，谢谢。